111年，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国中学生组先强编号7号齐分声录音，标志业为唐文豪年长。看，给天党又当到比上比下嘅子业为，嘅子业为同单纯嘅天党点状都唱一张讲嘅话，同天党变做唱人生嘅竞技场。当年10月中顺便呢，外在东北风，这就是人哋讲嘅九江风。唔到底九江风来家下，做得做乜嘅梦？嘅风做得洗米粉、菜米粉，嘅风唔会动态，吹起来会本人感觉到当凉爽。一样超过喜爽嘅天使，每当适合标志业为。就像苗栗市公所当年就会伫后龙海顺航嘅模型飞机场举办标志业为嘅发通，市公所就会特别邀请拍杂国家老台湾标志业嘅协会，大家抽定来看下标志业为，记得会标到古古怪怪嘅字业为。伫天党表演本大家看，像是太有嘅5公虫，会出现嘅火柴嘛，来等金粉味嘅茶子，韩讲我伫天党摇来摇去，走上脚，打款茶，打轻豆嘅字业为，亲像演嘅伫天党样诶，叫爱叫感觉当神奇，佢哋互相展现出自家团队所研究出来嘅字业为，看马啥嘅字业为，伫天党卡位比。市公所会邀请社区对唱歌嘅跳舞有兴趣嘅乡亲来舞台上练功夫，每位邀请歌星来唱歌嘅。韩国有摸彩，有奖征答，送子业为，大家看下是客家美食、诗文诗草嘅发通，目的就是爱向较多嘅人来现场标志业为，爱留非常密度较闹热地位。其实，不管那样事，总爱有风，就做得标志业为。还记得我读小学嘅时节，阿爸同我去河坝村嘅草坪上标志业为。阿爸同先呢读到字业为行，佢老字业为那个个，我就来等先呢亲命股向前走，嘅字业为就顺等风比起来。阿爸讲，书爱进来进表现呢。嘅字业为就会顺等风，紧比紧高。佢讲天党就亲像人生嘅竞技场，我用嘅神目讲嘅字业为来打扮演出，尽量发挥比嘅本等，本天党变做当讲嘅话。阿爸所讲嘅人生道理。本爱感受当成，爱唔会唔记得。总讲一句，人生就像标志业为同样，有喜有乐，记住得伫天党自由自在嘅比，喜乐之间总爱控制好来，总系先嚟拉杂拉太条。韩国爱来问，一来一表，
牢記控制好，直到要領，就唔會捽下來。那係無來好，也係斷線，就會跌落沉坑，揭唔起來。故所，人哋聽說愛掌握好人生嘅套路，愛啲工人頭當一片天，愛三忙打拼，安樣才會有較好嘅成就，老發展。